海海人生哦，你是说陈英杰、陈大姐仙逝了？听说她晚年也是被病痛折磨。我觉得如果被病痛折磨，如果可以让自然没有挣扎的回去，我觉得这也是对她一种慈悲啦。祝福她一路好走，我们祝福她，阿弥陀佛哈。思念故乡的情歌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行，唔通我头望望着会望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有爱的是别人。这真多，怎样结告诉你？这真多，怎样结告诉你？这真多。怎样结告诉你？